哦，你看周记、秦汉记、魏记、晋记，蜀吴没有呢。魏记，然后就晋记，魏晋南北朝嘛。南朝的宋、齐、梁，梁武帝那个梁，然后陈，然后来隋、唐。从东周啊，周记啊，它应该是从东周呢，东周开始的嘛。周威烈王啊，印象是东周啊。周威烈王23年，按赵魏3家分晋，可能是那个时候开始记，然后来秦汉，然后魏晋南北朝。魏那个时候南方还有孙武跟蜀汉的，然后司马炎篡曹魏和建立了西晋，西晋在平定了那个，在统一全国了。三国蜀汉先被灭的了，是被西晋灭的嘛？钟会、邓艾是属于西晋的嘛？曹丕篡东汉，然后司马炎篡曹魏，然后西晋在灭蜀汉还是灭孙武？印象是这样的。然后统一中国，然后来魏晋南北朝。司马炎篡曹魏，然后有西晋，然后东晋，然后你看那个刘裕篡东晋了，刘裕姓刘了，然后消灭那个司马氏里面。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了，因果报应啊，不要有杀戮比较好，就要学道啊，不要有杀戮才比较好，宋齐梁陈，隋唐，后梁唐晋汉周，你看到后周，你看后梁唐晋汉周。